大家好，今年呢我來過啲日本子呢係前次嘅粉子，係前元人嘅落住粉，大家來欣賞下前次落人嘅落住粉呢，係以前呢個落嚟背身山到嘅一盒飯，而嘅方向呢係啲唔住咁平鹽嘅，放杯菜，大家欣賞下冇年紀嘅欣賞下。住粉呢橋潮山水文化嘅，大家看看啦，就福字嘅前次嘅福字嘅頭哥新線。前面頭曲呢係山草噶嘛，暗共明草啲咁樣噶嘛。大家呢橋粉呢，應該嘅左邊青龍坊呢係三台教堂啦。右邊包袱，陳線呢在金山潮派園，頭曲人潮唔使指cầu嘅，中下官員書香書種啊！大家看看咁樣萬件妹妹妹，山水靚冇靚？前次嘅條件呢？係繁速字嘅喎，坐低攰都煩㗎。而家金山三台呢，泡芙餅試龍嘅產婦就呢現在節目呢啦。大家四片萬片啦，動嘅就看老苗喎，唔動嘅就看風景喎。自然係繁速噶啦，坐低攰太快噶啦，呢邊青龍泡芙啲係靚嘅。舊時呢每種活動呢，即係泡芙餅呢10月底後呢，人呢冇咩料啦，老話講話就燒埋少5條腸袋啦。大家看唔看下珠穆珠浮現？到頭呢富有啲嘛，嘅嘅呢金山嘅嘅，用金山嘅啦。又父母山，在萬一之上，來龍呢度省下嘅樣起起伏伏，風有。好似有幾個字㗎，枝腳重重都要青龍泡芙枝腳重重啊！快嘅年代啦，冇錯。富貴早餐龍先生，同上有同上嘅。名字啊！而家青龍坊嘅兩風浪傳銷㗎。龍坊嘅變數發賣過來㗎，上省下嘅大小要長，我幾個字㗎，仲要支腳產婦，要人要數，又泡芙餅嘅產婦啊，支腳重重啊，其實青龍坊嘅媳婦重重賺嘅婦來，背脊燒到。
活族之處呢，即係那個內陸方呢上面，佢冇其他嘅生產，冇其他嘅生產呢，所以啊呢，就冇人睇死呢啦。老話同我就杯白邊兼冇打埋呵，即係那個頭啦。日天年底冇仇喎，大家看清楚喎。大家四平慢平，看下個錢香冇香？人家可以在評論區，大家人家可以評論嘅上賣面。然後呢，係三線冇人嘅，冇說講話嘅，人家可以在評論區多多評論字，唔同啊。大家看下香冇香嘅敷衍啦，謝謝大家喎，多多評分，叫出個山水文化，感謝大家觀看啦，謝謝大家。